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柚子哥哥啊。今日我會介紹個樣圓圓地、橙黃色掛喺樹上，好似一個小燈籠嘅柿子俾大家。柿子含有豐富嘅水溶性纖維、維生素 C 同鉀質，佢仲係好受歡迎嘅中秋節應節水果，賞月嘅時候都會食到噶。大家記住啦，2至5歲嘅幼兒每日最少要食1份水果，而6歲或以上就最少要食2份啦。1份水果相等於半個大型柿子。水果對身體有咁多益處，大家記得每日都要食足夠嘅水果啊！柿子個樣咁得意又有營養，今日我哋就一齊學接柿子啦。首先，準備一張橙色正方形摺紙，白色嗰面向上，沿住虛線對摺。之後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方向對摺。小朋友，而家畫面上見到一個白色箭嘴，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方向，打開白色箭嘴指示嘅袋仔。之後壓平。然後將摺紙反轉，而家畫面上又見到一個白色箭嘴，跟住箭嘴方向打開白色箭嘴指示嘅袋仔，然後壓平。之後跟住箭嘴方向，將摺紙上下倒轉，畫面上出現一條虛線，我哋一齊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方向向下摺。而家畫面上出現2條虛線，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方向向下摺。同樣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向後摺，然後將摺紙反轉。我哋差唔多完成㗎喇！沿住虛線，將左邊、右邊同下面部分按畫面上3個箭嘴向內摺。然後將摺紙反轉，最後喺橙色位置畫上點點，同埋將頂部白色位置填上綠色，成為柿子嘅葉。柿子摺紙完成啦！水果既好味又有營養，你哋今日食咗足夠嘅水果未呢？